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之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珠。先开始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有11个大病入境的案例，还有1个疑似本土病例，目前等咧检验。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这个拜五开始，民众通做第3档预防针，也毋过到第2档中午爱让5个月，第3档无限品牌会使透蓝注射自由选择。另外，针对中研院实验室防护做无认真出现本土病例，中研院即马调查报告嘛出来呀，疫情指挥中心按算拜四会开会讨论。国内新冠肺炎28日新增加11例境外移入的确定病例，不过出现一名疑似本土的个案，这是台北市一个30多岁女性，因为陪看病到病院采检确诊，CT 值超过30。原检体送昆阳实验室复验时是阴性，病院2摆采检也是阴性，正在等待第3摆采检的结果。那我们现在的决定就是说，那现在我们还会再验，再验，如果是阴性，那我们就会不立案。但如果是阳性，那当然就需要立案。另外，指挥中心也调整疫苗注射组织，对24、85开始开放民众第2剂会用做无同的品牌，会使依照个人的意愿全抢牌拢能选择。除了头1剂做 AZ 的人，必须要隔8礼拜以上才有法度做第2剂。其他疫苗只要隔4礼拜就使做无同的品牌第2剂。同时，甲65岁以上的老人这4大对象列做第3剂优先来注射。疫苗种类除了 AZ 以外，拢使做无同的品牌，包含国产高端，而且对加剂部分，莫德纳是半剂量0.05毫升 ，BNT 甲高端拢是全剂量。若是严重不良反应的人，经过医师的评估，也使做 AZ 疫苗。专家里面看起来，在 AZ 作为追加剂，相对的效果比其他的要来的差。所以会把它列在里面，但是也考虑到说有其他2类型的疫苗可能都有过敏或不良反应的时候，那才考虑打第3剂打 AZ。另外，受外界关心的中研院 P3 实验室为着调查报告也公布，院方研判为着途径可能有3种，包含呼吸道直接暴露在受污染的饲料营养。为着动物受刺激而污染这个环境，手套表面因为直接操作，为着动物防污染，伊个违反规定，先将喙烟摕落来接触到面部、喙鼻啊这个部位嚟感染，防护装备外层伫操作区，互病毒的物体来污染，互喙鼻啊暴露嚟感染。预期在2周内提出外部专家小组调查的结论及建议，并依《传染病防治法》第34条等法规，对中央研究院进行裁处。但市长强调，中研院调查报告会提交外部专家调查小组，并且安排这礼拜四、2、3开会来审视。若确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会依法来开罚，相当于罚15万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顶礼拜桃园某一间防疫旅馆发生群聚感染，有8个人去围着。之前住伫这间防疫旅馆检疫期满的人，真侪人即马各封叫回去，搁爱进行隔离14天。即马第2届隔离有人是真火大，专组自救会要求旅馆爱赔偿，一人要求爱赔20万。桃园市政府即马是表示，会成本慰问金，若赔偿的问题，爱等中央鉴定，看是谁爱负责，才来处理。桃园市某一间防疫旅馆16发生群聚感染，至少8人着病。市府清空防疫旅馆，灰色追踪，住入去的旅客扩大体检对象，只要是12月初3了后住入去的旅客，拢爱搁隔离至少14天。补办防疫旅馆的管理所是目前有21人组成自救会，向旅馆提出每一个人20万的赔偿，搁向卫福部甲桃园市卫生所等单位定情协助。住宿费的一个理赔，还有就是15天追加15天的一个工作权益损害的赔偿，还有就是精神损失费和来回的防疫计程车资这样子。有理由我们会尽量帮助他们。好，那至于有一些误解，就是说现在入住在集中检验所那个是不需要付任何的费用的或者都是在检疫上的一个必要，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那大家就是要多包含。指挥中心顶日也派员到防疫旅馆采检，有员采到病毒，表示环境上可能有污染。桃园市长陈文灿澄清，这是有一寡所在还未完成清消，就先采检。防疫旅馆也将大消毒，后续完成3摆以上环境采检阴性，才会让旅馆恢复营运。那基本上我们是把旧的确诊个案做基因定序，去找出关联性，找出有没有环境感染的因素，或者是这个空调的因素，
或者是手套污染的因素等等，目的是让防疫旅馆更安全。那并没有这个社区的感染的事件。市府强调会全力降低民众不爽快的感觉，也将提供慰问金。另外，赔偿问题，市府表示将等待中央厘清责任归属了后，采取相对应的处置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路易风台已经减弱变作热带低压，严阁受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日咱台湾各地拢有机会会落雨，有的所在嘛有局部大雨。若今仔日是冬至，人讲冬至乌过年疏，所以今年春节过年无得开的好天哦。来看今仔日的云图，路易风台已经减弱，严阁外围环流影响咱台湾，今日雨水有较高，有的所在雨嘛较粗。今日天气大部分是热云，后嘛是落雨天。温度会是较偏凉，各地低温大约是17度至19度，高温是1度至6度。若明仔低压就离开啊，水汽会减少，只剩正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会落雨尔。中南部明仔是侪云。另外，伫菲律宾的东边，阁有一个热带扰动，点佫看起来袂直接影响咱台湾。另外，要提醒乡亲，拜六有一波冷气团会落南，低温有可能无到10度，有机会会达到寒流的级数。若自9到元旦会回温，也毋过伫正月初3、初4，阁有冷空气到位，天气会愈来愈寒，乡亲爱细致。来看雷风台扫向菲律宾，造成菲律宾严重的灾情。根据因官方的统计，死亡人数有375个人，真侪游客甲居民即马拢共款掉伫灾区，嘛无清气的水，嘛无食食。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已经先拨经费投入救灾。对天顶看落去，菲律宾当地街仔路伫咧强风暴雨过了后，规个乱糟糟，也讲真侪厝的厝顶拢被掀毁。雷雨风台昨日伫咧菲律宾南部登陆，大雨造成中部甲南部7个省严重的灾情，死亡人数伫咧20已经增加到375人，500多人受伤，56人失踪。真侪居民甲游客掉伫咧灾区内面无法度出来。官方讲，在顺的金额也怪评估，即马现主是爱解决的是灾民的食物、水也个医疗需求。军方也斗相共救人甲后援的工作。菲律宾总统杜特地讲会提供20亿披索，大约代表11亿协助救灾。We are lacking out of foods, we lack water, and the gasoline prices is getting high. Some of the markets are hoarding waters, and there are so many local tourists stranded that wanted to go out to their provinces, go back to their provinces. Under stress ang mga tao. Kaya kailangan ng tubig yan, uhaw ng uhaw. Sana mapadali mo yung tubig. 根据咱驻菲律宾代表处所掌握的消息，目前是无个人或者是大伤因为洪灾伤亡或者是掉掉的。雷雨风台伫扫过菲律宾了，继续向越南的方向刷震动，和当地海边周边的几落千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大风大雨已经造成至少1位渔民死亡，5只船沉去。根据中央气象局的消息，雷雨已经伫咧20暗8点减弱真济热带性低气压。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民进党开始投入明年县市首长的选举，即马拍算要提案加一寡县市合并，新的县市有可能会合作伙，若彰化县市甲云林嘉义县市嘛有可能会合并，台湾有可能对6都变9都。也毋过民进党内也有无共款的意见，在野党就搁较免讲啊，哪样的执政县市首长拢认为紧事爱看办。4大公投案，民进党是全数器官，线来要备战2022县市长大选，新的县市合并新家议题，搁再引发讨论。依照现行地方制度法的规定，正水伫较市的条件，若人口爱达到125万人以上，而且在正经这区域发展上有特殊的需要。新竹县市总人口只有100多万，所以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关建明提案来修法，家己请改做也是毋若为大新竹来改图，有希望新家也包含彰化县市合并、甲云林嘉义县市合并，是不是对6都变做9都？以现在目前结构，从公投结构来看，这结构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极大挑战，那绝对没有因人设事的问题。我认为，全国的行政计划应该要全面性的做一个检讨。我的主张很清楚，
就是县市平权、国民平等。唔通合并了后，嘉义市互边缘化的，安尼我是100%会反对。虽然提案的连署人数已经超过30位，不过民进党内底有往无同的声音，在野党也有质疑的声音。尤其苗栗县被排除在大新竹以外，婚姻官也话话应该爱谨慎来考虑。林市长真的不要机关算尽，你今天的作为，你是消灭我们苗栗吗？为什么头份出来要变到新竹？还是希望能够从长计议啊。那如果过度的这个直辖市化的话，会不会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民进党团上近2日会甲提案送到立法院庭事委员会，那是要关爱府的2022的县市长选举，就要在明年中来完成修法。那如果要配合明年度的这个时程的话，那我们也必须让修法的时程来加快因为最后来完成下一届有关于直辖市市长或是这个县市议员的这个选举，最后选区的公告的时间呢，是在明年的6月25号之前。对于推动修法到县市合并升格计划，府院敢已经有真大共识，安怎修正地方制度法，内政部也参考各界意见，加速来研议。记者宋华报道。再来关心高铁宜兰站已经选好地点，交通部委托顾问公司提出报告，打算要伫宜兰县政中心南边350公尺远的所在。这个方案未来嘛会甲代替宜兰站合作伙，而且会当兼顾南阳溪两边的发展。所以会进行宽屏，按算2025年的动工。宜兰县议会正对面农地之间有南山的民家厝。这规片北地都是宜兰高铁延伸方案的第5案中和方案。选做高铁宜兰站设站地点，交通部证实，委外顾问公司已经完成分析，认为设站伫遮未拖延到铁路高架化时程，也兼顾南阳溪南北发展，优点上侪。未来代替宜兰新站，也会当伫遮平行共构，转接便利。设站在现在县市中心以南350公尺，在这个特定区里面，我们会对停车转乘，还有包括公共运输的规划都会做很完整那包括未来这个台铁的宜兰新站本身一些比较高级的列车也都会停交通部表示，这一个方案是在地共识上大，对离设站相对较远的大溪，未来会由高铁站发出公车专接，站址位伫县政中心南边350公尺，路线总长会是59.3公里，经费初步估计1880亿。预计今年底综合规划完成了后，开始进行宽屏作业，预计3年了后动工。是以折中案当做最优方案那我们希望说，确定以后，接下来就是继续做我们的环评。大概从明年总共有3年的时间。包括环评跟细设，那114年动工，最快在民国125年完工。交通部回应，宜兰高铁综合规划案是为2019年11月就开始进行，最后暂时是听地方的民意，甲专业判断。规个综合规划程序真完整，已经用2年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反内底的公投无过，民进党内即马有立委是认为讲，所以来政府爱赶紧来处理日本福岛核灾区食品的问题。日本自民党甲拜五要甲民进党举行两国执政党2+2的会谈。咱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政府会参内底进口共款，按照国际标准，依照科学证据来处理这件代志。反内地公投案无过关，担任亚东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的民进党立委郭国文认为，这代表国人会当接受用科学安全啊个国际标准来进口美国内地、日本核灾地区的食品进口议题嘛是同款，政府应该加紧处理的速度。如果反来猪公投国人都可以接受的话，那日本食品没有道理不去面对而不接受。公投案件过后之后，就应该马上来面对这个问题。日本食品的问题我们一样是用相同的标准我们要用国际的标准，要用科学的依据。那当然也会照顾国民的健康。那目前日本食品的部分，经济部是没有讨论
王美花表示，经济部会用科学甲国际标准来处理原则，但是今嘛还未讨论。不过，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伫推特面顶表示，24号甲民进党来开两国执政党的第2届2加2会议，会就这议题来做讨论。代表民进党参加会议的立委罗致勤表示，今嘛会谈还未设定议题，但日本提出了后，来处理。这个讨论的项目，目前双方还在讨论当中。那因为时间大概只有1个半小时，所以也不可能讨论到细节的部分。日本方面积极来推动，顶礼拜嘛特别到立法院来拜会国民党立委，助理代表谢中庭最近在台湾嘛去外界认为讲可能会就这相关议题来向政府啊个国会来提出相关的报告。国民党团嘛表示讲在翻来的公道无过关，国民党甲食品安全团体想要把这日本辖在地区食品进口的议题来查落来，恐怕是更加困难。由于大部分民众这个冷漠，那让政府的这个会更加的对他想推的任何不符合民主程序、不照顾国人食安的这个相关议题，都会强度关山，肆无忌惮。陈玉定表示，国民党团还是有所动作，不过力量有限，真正要阻挡日本辖在地区食品进口，恐怕是要靠民众直接向蔡政府，还是讲民进党立委来表达反对声音。记者张志雄、平遥组、陈信良台北报道。加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查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台北商校卷昨开放第1波的登记，民众发现系统直头高中出现失败、错误这字。台北市长郭文启表示，因为人伤济紧绷，超过电脑网络的负担，有按算驾驶边换新，也毋过因为即阵全世界拢在欠晶片，要等到月底才有法度完成系统提升。来关心台大医学家准研究生涉嫌诱拐81个国中、国小、国校的查某囡仔翕无穿衫的相片，伊一审获台北地方法院判3年有期徒刑，也不过高等法院是推翻1审的判决，因为用受害者的人数来算，2审是判伊106年10个月的有期徒刑。来关心中国时报，刑事局8月份的时开始咧发动3波行动，要扫非法的电视阿爸掠犯罪集团，发现3大偷接信号的所在的机房，有掠到11个人，侵犯的金额是新台币10亿。警方是表示，这歹徒技术拢真好，后一个受害者有可能就是 Netflix、Disney 这影视平台。来关心补习班，就学生拢会搭学生考调倒位的资料。有一间补习班的班主任甲老师伫别位加过的2个考调台大医学系学生的名写伫饭单顶头，不过无经过当事人的同意，违反个人资料法，即马互法院判2个月的有期徒刑。省下补习班的录取榜单往往是学生报名到一间补习班的重要参考。报告并书立方的补习班4楼班主任，几年前聘请一名老师任教，这名老师将伫另外一间补习班教过，顺利考上台大医学系2名学生的成绩提予4楼班主任。也毋过班主任无得到学生的同意，将2个人的名必要学校等告知公布伫榜单，接着违反告知法官司。学生端主动这边提出一个告诉，那我们这里呢确实并没有主动的跟学生端这边要求到一个授权，也因此这个在法官这边会认为说有违反这个个资法的这个疑虑，所以就有做一个判定。专案互法院以违反个资法判刑2个月，会当换扣罚金。法院认为，榜单上载明2个人的名的告知，会当辨识身份，违反告知保护范围，而且榜单有招生的效果，会互人就是2个人捌伫遮上课录取台大，对招生有帮助，增加收入。公布榜单等于就是要招揽学生嘛，他希望能够获取财产上的利益，就是大家来我这边报名。因此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就是违反了个资法的41条，他最重是可以处5年有期徒刑。李凤也表示，经过这个案，4楼班主任已经调离职务，表示接受2个月判刑结果，无打算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加上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将疫情爆发到大，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有超过53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1例，目前咱台湾加强16816例。中国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超过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
美国已经超过51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100万例，法国是超过867万例。来关心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美国的生技公司诺瓦克斯的预防车，即马已经摕到欧盟的批准，18岁以上的拢会使注射。也毋过对 Omicron 的防护力也佫毋知影。新的预防车已经当地研发。另外，莫德纳公司嘛有提出实验数字，因是表示讲，加注第3档预防车对抗 Omicron 看起来是有路用的。美国诺瓦克斯生技公司生产的新冠病毒疫苗，20得到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用伫咧18岁以上民众，也就是欧盟认可的第5种，再用注2剂，中让3礼拜，保护力90%。伫传播速度正紧的 Omicron 侵袭的时阵，为欧洲抗疫带来希望。欧盟已经签上侪2亿剂的合约。We will be shipping product into Europe in January. There's a couple different group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and there's the vaccine hesitancy group that is looking for a protein-based vaccine. Will be a marketplace for us. 不过，欧洲药品管理局讲，针对包括 Omicron 在内一寡互人担心的变异株的防护力数据有限。诺瓦克斯讲，对抗 Omicron 的新疫苗正伫咧研发。We are counting cells to check viability, to find out their growth rate. 另外一种疫苗莫德纳同一天也宣布，公共实验室的资料，第3期加强针拿做一半的剂量，也就是52克，伫咧对抗 Omicron 的中和抗体是37倍。那是第3期加前2期共款拢做120克，中和抗体浓度会更较悬，甚至会到做加强针进前的80倍以上。临床实验按算明年初要开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为特别抗议，军方透过政变来掌权，缅甸的民众行上街头抗议，严格抗争无效了后，少年人即马是遭游击队甲军方对抗。虽讲安尼做真危险，严过少年的讲因无咧惊，讲要甲性命献予国家。伫咧缅甸东南部克伦邦的山区，听到枪声，有一名穿迷彩衫的青年男女伫咧练习射击。不过，这毋是战斗营，是秘密接受训练的民间反抗组织。缅甸军方伫咧2月发动政变上台了，各地民众起义发动抗争，不过互军方无情的镇压。到即马已经有1000多位抗议人士被枪杀。当发现抗议无法度改变局势，民众就摕武器用拍游击战方式继续抗争。目前伫咧克伦邦负责训练游击队的是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克伦民族联盟。估计伫咧缅甸全国有几多百个像这种伫咧山中训练的反抗团体，因讲家己是人民防卫军。一寡少年人虽然斗志正悬，不过伫山中生活无勇气。沙斗班啊，马路较开嘞是无？就是看你啊，到来也蛮难较开嘞。然后呗，等你讲小兵嘛，要我来是看你死嘞。然后呗，那也老小我来可以死嘞。比嘛要我来，咱是哎，咱也家里多路路过。参加这项秘密训练的人，就要先克服盘山过岭的挑战。拄着落雨，山路拢是落雨梅，连这份物资的杀土机也条条的无法度叮当时阵，就要靠人来搬，生活真辛苦。另外，最近政府军加强对山区游击队进行空袭，所以因随时拢有性命危险。不过，一寡反抗军讲，因已经把性命献予国家，牺牲也不要紧。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军家甲未收煞的。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伫今仔日要求中国爱提供病毒源头的相关资料，安尼疫情才有可能伫明年结束。来关心 Omicron 变种病毒传到全世界，新加坡目前有71例。而且嘛，传说那亲像有一间健身房出现群组感染，3个确诊者拢做过2档预防车。来关心香港的立法会选举结果即马出来呀，投票率创下新低。正港嘛选出爱国者治港，拢是我北京的候选人选赢，这是引起美国、澳洲、加拿大、纽西兰、英国这国家的批评。5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发出联合声明，烦恼香港的未来。
来关心北京的冬季奥运，明年2月初4要举办，真侪欧美国家已经拢决定讲要用外交抵制。咱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表示，目前咱已经知影有一个出兵的选手会去参加，若照过去的经验，咱台湾应该有5个至8个选手有资格去参加。政府会协助安排，来协助照顾，卖互因拢做好3档预防车才出发。竞速出兵选手吴玉婷参加 ISU 带到竞速出兵世界杯成绩真好，搁较伫面册分享好消息，得到北京冬奥500甲1000公尺的参赛资格，会继续拍拼。我国一共有4名选手取得这个冬季奥运，一共有多少位选手取得2022年这个冬季奥运的参赛资格呢？已经取得参赛资格了。就是黄玉婷。那我们预估啦，以选手的这个过去表现的应该有机会是5到8位。离北京冬奥剩无到2个月，台湾唯一的女性摔跤选手林欣荣也继续伫海外比赛，希望会当推进奥运积分，顺利摕到参赛门票。除了吴玉婷之外，伫竞速出兵摔跤甲出西顶项目，还有陈慧琳、宋清荣、连德安、林欣荣等选手咧拍拼争取资格，有估到1月中才会有确定名单。另外，目前包括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国针对北京冬奥用外交抵制，台湾敢是派员出席，也引起关注。原则上，其实我们是会派这个运动选手去参加，对吗？这个选手参赛一定是我们第一优先的。我们选手还有教练等这些相关会出团的人员我们目标就是希望打完3季。以我们这一次参加日本东京奥运的这个经验，我们所要做的整套都会重新来做。教育部指出，已经组成跨部会专项小组来进行检商，考虑到国际疫情还未转好，会比较东京奥运经验，以相关的防疫规格备战，会甲指挥中心做好联系，希望台湾选手甲教练等人员伫参赛进前会当做完3期疫苗。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跟到咱国内政治消息，咱来关心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伫明年的10月初9要举行。民进党的候选人林静怡昨昏是去地检署启灵控告国民党的候选人颜宽恒，讲伊送互民众的洗衫精超过30块，违反选罢法。颜宽恒是表示讲，这成本敢若16块尔，请对手唔通来惹事。民进党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候选人林静怡竞选团队20号早起来到台中地检署按铃申告，手还佫摕到一罐外包装打着国民党候选人颜宽恒图案的洗衫精。执行总干事李宇珍表示，因接到民众的检举，颜宽恒透过林长发送洗衫精竞选小物，但是发现市价已经超过30块，涉嫌违反选罢法。说，他从林长那边收到了1罐这个洗衣精那他自己上网查了一下，发现这个洗衣精的市价其实有高达46块。那他的质疑就是说，请问一下，这个没有牵涉到贿选吗？这个不算贿选吗？那希望我们可以进一步来做厘清，或者是说来端正这样子的旋风。国民党候选人颜宽恒回应，洗衫精清洁剂成本只有17块，目前只有少量发送。感谢林静怡定赢的宣传，和竞选小物询问度大增加，维护互人，也呼吁对手莫过来泼垃圾水。这个清洁剂的成本才16、17块钱这个都可以查的就请不要在这边又继续泼脏水请有一点智慧。那我想这个选举我也呼吁了我们这些侧翼那也不要只想在这边蹭流量，然后在这边这个抢镜头。实际到同一款洗衫精生产公司的官方查询，这个产品以箱为单位来卖，平均一罐价销是40.4块。颜宽恒呼吁对手莫过来趁流量，赶紧回到选举的主题。林静怡定也是强调一切交予检调来侦办，欢迎对手提出买商品的金额证明。记者台中报道。针对4大公投案的选举结果，同意票较侪的12个县市，内底嘛包括民进党执政的桃园市、基隆市甲新竹市。也毋过，无同意票较侪8个县市内底，嘛有国民党执政的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还有宜兰县。这变动嘛影响明年2022年县市首长的选举。
拿了对关4大公投，结果国民党诉求的4个同意全数予否决，强调4个拢无同意的民进党得到全胜。也毋过为台湾各县市的结果来看，4个拢同意过关的有12个县市，包括仍然执政的桃园市、基隆市、甲新竹市。或者市政府认为，以2020年蔡英文总统得票率来分析，击败民进党算是大及格。那卯足了党国的这样子的力量赢，但是你若比较他们蔡总统817连任呐、那差不多是只有一半400多一点嘛。对不对？如果用一般我们讲说就是刚刚好60分低空掠过嘛，或者是惨胜嘛。他这一次就是说，因为他靠台南跟高雄赢比较多嘛。民进党挖靠南部大票仓完胜4大公投，投出4个无同意的有8个县市，其中南亚执政的是中华县、云林县、嘉义市、甲宜兰县。不管是同意还是无同意，公投和哪列的政治版图拢有刷动，只是公投结果不如国民党有期，有目标指向新北市长侯友宜，或者邱调雄却无安尼认为。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最重要要为人民长远的发展来思想。至于公投已经投出来了，我们就尊重结果，大家放下，一起往前走。国民党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不应该把它拉高到一个政党对决的层次。第二个，国民党很明显的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新任党主席朱立伦上台就直接宣布了，这就是4个公投都是同意，后来才发觉不对，后院有没有意见不统一，所以你看各位可以看到最后的这个阶段，国民党后院失火。有关成政党对决的公投，推出哪列基本盘，却招了中间选民，或者认为对哪列来讲拢是一项警讯。即马来看2022县市长大选充满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有民众骑奥多摆经过高雄高山北斗街弄红灯，嘛险去河滨便铁路的列车去弄到，爱食罚单。高雄市政府公司即马无要放伊煞，因为讲这款行为真不应该，会害到证人，所以头摆是决定要用公共违反罪移送法办。列车准备要经过高雄高山区北斗街这个路口，竟是灯号已经倒。这名19岁女子也是撞过去。高雄的员警发现骑倒摆6人，女子最后因为伫个大众运输的路口装红灯，红开红灯的罚单3600块。不过高捷公司认为伊的行为太过危险，第一个主动提供警方真完整的资料，告发对方有可能是公共危险罪。那像我们以往的相关的擦撞事件呢，那汽机车可能至少都会有做一个减速的动作。那昨天这位骑士的话，他是完全没有减速，而且加速的一个通行，所以是我们觉得第一次会想要说，是不是呼吁警方这边能够以公共危险罪来加以论处。高捷表示，除了19号这次的事件，因的列车今年已经互弄过11届，大概责任拢是驾驶人身上。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人被判拘役14天，所以是会成立刑事的有罪判决，所以这一点不得不慎。律师讲，虽然目前也无通过轻轨路口防判公共危险罪成立的案例，不过民国98当的时阵，有民众通过并交道，互高雄地院来判刑。以这次的事件来看，罪名要成立，毋是无可能。不过高捷公司表示，后续也是会看情节的轻重，袂大概拢以公共危险罪来告发。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新竹县竹北新丰这带有粪扫掩埋场连续2天，这粪扫掩埋场导火烧，这2天附近拢是烧粪扫的臭味。消防人员不断向导火所在转水，新竹县竹北新丰区域粪扫掩埋场19发生火警，经过几啊点钟，总算控制现场。想不到隔工一透早，因为粪扫翕烧，现场阁传出着火。民众闻到烧粪扫的臭味，强要挡袂掉。那个烧起来那个灰尘啊，有那个灰灰的啊。掩埋场的臭味啊，到处都乱飘了哦，尤其这个灰尘啊、垃圾啊也是乱飘啦，一大堆，造成居民受不了。环保局表示，初步了解导火原因是因为沼气，再加上天气干燥所引起。里面有很多这个有机质啊，它会产生沼气啊，尤其是在秋冬之际，天干物燥。那在好天气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啊，就容易引起这个自燃。所以我们装了影像监视器，24小时监控，争取经费
把这个现在暂置的这个垃圾呢，能够做比较好的覆盖让它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形发生。照过去经验，新丰粪扫场火警第一时间来恐惊无法度完全拍花，提醒附近民众最近出来门窗关好势，把尽量减少出门，以免造成身体无爽快。记者刘君和新潮报道。相关消息来关心，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伫公投结束了后，伊是表示，伊烦恼咱明年会欠电。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政府已经有做诚侪临时措施，电量是稳定无问题。严格讲总表示，明年有一寡电子产业要刷转来咱台湾，加上电动车的数量变多，所以用电量就会增加。若环保团体是表示，如果明年会欠电，嘛毋是核数电胖就有法度解决的，企业应该省电才对。明年是一定缺电，工业也会缺电，家庭也会缺电，将来就不要埋怨。公投结束，关有重开核数议题，互人反决。对这种结果，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公开表示，明年一定会欠电。严国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三接甲核数拢有规划相关配套，稳定供电有信心。那我们一定会确保稳定供电。核四它要重启也是11年后的问题，绝对不是短期的这个电力问题。其实贵党的烦恼唔是无理由。根据经济部能源局对外公布，全台湾各发电机组除役停机时间表显示，明年大拿电厂5号机除役，大潭电厂7号机停机，后年核二厂2号机除役，兴达电厂2台机组除役，2024年核3厂1号机除役，协和通宵未了3个电厂拢总6台机组除役，2025年核2厂2号机也甲兴达未了电厂各1台机组除役，4年关掉15台机组，差不多910万千瓦总电应用。资讯产业这些设厂明年都陆续要用电，那电动汽车明年的增加量，电的供应链会提高。天气干旱的话，就影响到水力发电的困难。严格这4年来，原来有新增加发电机组，明年会新增加大潭8号机，2023年佫新增加大潭9号机，也加兴达新1号机。2024年至2025年佫会新增加4台机组，4年新增加7台机组，差不多836万千瓦，差74万千瓦。能源局规划以再生能源补足所欠的电。他们应该要呼吁大家是节能油电，而不是呼吁大家要不停的开电厂，然后来指责说这个电厂受阻，或者是指责说那个电厂没有重启。经济部表示，全国高压用电户超了2.5万户，包括钢铁、石化、水泥、面板、半导体。用电大户条款今年已经实施啊，严格今日要求400间契约用量5000千瓦以上的工业用电大户，5年内完成10%的绿电建制。进前也提出用电大户提早伫5月底进入夏季定价，甚至调关定价，还搁伫研究。记者综合报道。物价起。钱变薄，水果嘛同款。对农委会全国果菜批发市场交易计数来发现讲，去年所有水果平均的交易计数是10公斤43块4，严格今年已经起到58块，已经起3成。来到市场，家庭主妇买水果进前爱先问计数，因为水果嘛起价啊。以12月19日基准，全国批发市场的平均计数每公斤是58块，甲去年同期每公斤43块4来比较，是起3成以上。3样可能200多，现在都要300-400。高雄是国内芭乐上大产区，珍珠芭乐在全台湾果菜市场平均每公斤售价是起8成，红心芭乐平均每公斤是56块1，去年同期是26块9，起幅超过100%。以现在来讲的话，是1斤65块，还有比较回稳。前1个月还贵到80块。那芭乐今朝介绍也起超过200%。价格好，他没办法收成啊，所以还是希望政府啊，敢辅导啊，跟农会一样给我们宣传辅导，不要一窝蜂的都种在哪一个月。基层农会认为，价小起价甲产量变少有真大关系。对于这波水果起价排名前4名来看，俗称一喙金蕉、皇帝金蕉的种金蕉起上多。今年12月19批发价平均1公斤活102块，去年每公斤价数是23块7，起幅是400%。青木瓜是对8块9，起到28块8。草柑仔对9块4，起到130块；金蕉也对16块4，起到50块1。排名前4项的水果内底，金蕉就有2种，不过这4种的水果成交量甲去年来比较，拢减少3成以上。农民讲量少价少就会起价。
7、8月的迄个落雨，加即马气候变冷吼，比往年的量减少足侪，所以讲价钱就慢慢的攀升。农会认为，这波起价主因是量较少，价钱就起价。农粮署表示，八月大水雨影响价树来出现减产，加上天气冷，价树生得慢，带动整体水果来起价。有估计年前价钱较落，不过民众唔敢安尼想，短期内也是决定经较俗的水果来食。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王尊祭典会大拜拜，屏东省立国校的学生囡仔有研究精神，因是摕烧香做主题来研究讲，这烧香敢会对身体有败害。即马是提醒大家，若有烧香，就要甲窗仔门拍开，会当通风，安尼身体才会较健康。馨香表心意，通风减香保平安。屏东上界出名的就是王尊祭典，不过大拜拜时阵，民众拢会烧真济香，而烧的香对身体敢有败害呢？屏东市省立国小的学生甲科学展览，烧好香有保庇的作品继续提升，代表屏东县去参加教育部第4届学校环境教育实作竞赛。我们也有研究出，在通风环境下，还有密闭环境下烧香的时候，发现呢，通风的环境下，因为空气品质那些有毒物质可以比较散出去，然后散出去的话呢，家里那整个空间里的话的空气品质就会比较少。虽然实验的数据只是简单分析物件烧了后会产生 PM1.0，事实上有真侪物件烧了后也拢会产生，那香连交通工具的废气体、污烟也拢会有。学生囡仔特别摕咱生活当中的香做案例，呼吁民众就要保持通风，才会当把歹成分排倒出去。要烧香有我们背后的背景跟历史因素，可是透有小朋友他们以实验的方式，这么多的科展数据简化之后，透过实验屋做给这个大人们看，我们觉得这样的效果是很好的。虽然这个学研究可能也有淡薄精差，袂当就一个烧香的研究来当做一支德国亚岛规全球的案例，颠倒是提醒咱伫生活当中任何物质若准伤过济，拢会危害到环境甲咱的自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咱台湾甲日本的艺术界同齐做一出歌戏《阿波兰》，12月2号要演出，目前当地加强彩排。予我开放式舞台，演员随时出现的惊喜。12月2号要伫维普亚予我剧场演出的歌戏《阿波兰》，导演是日本艺术家刘美和。南台湾歌戏三大天龙团联合演出，制作团队嘛是下世代下领袖。我们晚上可以看到一点影像吗？要很晚，我知道，就是等天黑之后。阿波兰用蓝灰的商业化来反思人类对水的观点。制作团队面对疫情压力，费心敲测三大歌戏团，目前排练进度一切顺利。大家拢讲你疫情可能无法度做国际的共治，你无法度和外国人合作。毋过你有心，你有时间来陪伴你的感情，其实做会到。下国制作的变动成员，离正式演出剩无一礼拜，导演也因为家庭因素提早返去日本。制作人陈汉清表示，上困难的挑战，团队拢解决了，会全力排演，时到邀请观众做伙来看戏。记者杨淑静、谢桂林高雄报道。钱变薄，全世界拢同款，有的政府会提出经济手段，亲像升利息来控制。不过，土耳其的总统却是电倒饼。英国内通货膨胀率已经降到20%，不过伊阁宣布要降利息，或者钱是愈来愈薄，当地人是讲要换袂落去，出来街头抗议。土耳其里拉落波民众是真艰苦，不过对外国游客来讲，算是赚到啊。顶礼拜六，保加利亚甲希腊边境的城市埃迪尔内出现一台游览车顶头载满外国的生理人甲观光客，赚到贿赂活动外界买物件。为今年年初以来，里拉兑换美金已经变达超过50%，敢若过去一个月就变达37%，人民的实质购买力下降。各地啊一直求水，食物特别买不起啊，街路出现抗议人潮。Geçinemiyoruz, evet. Mitingin amacı da o zaten. Kamu emekçileri olarak yaşanan ekonomik zorluklardan dolayı bugün burada eylem için bulunuyoruz.
面对反对声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无注文，坚信是高利率引起通膨，所以无顾到国内通货膨胀达到20%，强势降息，甚至出手干预外汇市场利拉波，也冲击土耳其股市10次股价一直波1点钟来暂停交易2摆。Eninde sonunda biz bu enflasyonu göreve geldiğimde nasıl düşürdüysek ta 4 puana kadar indirdik. Gene indireceğiz. Gene düşüreceğiz. Ama ben vatandaşımı, halkımı faize ezdirmeyeceğim. 大项拢起，也毋过关键的机票说哪来哪无得钱。土耳其总统虽然宣布明年要提悬基本工资50.4%，缓解利拉崩盘对民生的冲击，也毋过未少餐饮业者也准备要起价，若无真悬的人事成本，恐惊会变成互所有生意拢倒了了。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来关心环境，河狸这款动物，从俄罗斯自然界做水坝的工程师，对调节大水真有功劳。也毋过伫俄罗斯拄大号电倒冰，因为河狸数量伤济，直头起水坝切断水路，害鱼仔拢冰岛全拢死了了。河狸伫咧水边洗身躯的模样真古水，不过西伯利亚西部托莫斯克地区的民众对因是无介意，因为河狸伫咧鄂毕河流域，甲树仔加长贴水坝做收，互溪水较无法度流叮当。也甲鱼本来要受起顶楼新两个路切断，互鱼大量死亡。Вода упала, икра осталась, из икры вылупляются мальки, они нагуливаются в течение лета, и осенью они должны бы вернуться назад в реку, потому чт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им в таких озерах, старицах, малых реках нельзя.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все это покрывается льдом, замерзает, возникают заморные явления, и молодь гибнет. А этот вылупившийся из икры малек вернуться назад в реку не может. 在过去10年，当地河狸的数量增加3倍，差不多有14700多只。托莫斯克地区所有的溪流拢有看到因贴水坝，水坝所形成的水鼻水拢无啥流叮当，造成含氧量降低，碳含量增加。Содержание кислорода 0,04 миллиграмма на литр. Это очень мало. Это уж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заморным явлениям. 河狸贴的水坝所形成的湿地，也对周边的森林生态造成影响，互每国家世上哪拢无法度成长。Кто измерит какой ущерб? Там столько кедра брали, столько ягоды брали, все нету этого ничего. 因为河狸数量伤过多，造成农渔业的危害，有关当局已经开放伫春天会当捕猎河狸。因过因为经济价值无悬，申请的人无多，当地人无想着讲，伫咧英国被当作治水工程的河狸，伫西伯利亚所造成生态影响。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今日各地云较高，雨水较济，温度较低，低温大约是17度至19度。若明仔载水气会减少，也毋过北部甲东半部同款会落雨。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是17度至24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至21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你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